后来因为少子化的关系，私立学校最近7年来学生减少3万人，即摆招生的任务，讲老师爱打起来。像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就传出讲，老师必须爱帮忙行销学校，个人面册朋友爱超过500个，然后把学校的消息分享出去。虽然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，但是私立学校的老师是愈来愈歹做，除了教册，还阁烦恼学生要为倒位来。这张表顶头写网络行销记录表，敢是虾米行销公司的文件呢？详细看，竟然是按教师所填的资料。这是中华医术科技大学老师所压出来，校方要求因这面试好朋友必须爱有500个人，而且爱定时分享学校文章或者信息。若是无确实照做咧，可能影响到年底奖金。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老师的本职，也就是教学研究跟辅导的工作。这样措施对105年就开始实施，校方定前今年2月就已经取消啊，强调无强迫老师。系跟院，我们有授权他们自行调整要不要安尼样。这个事件嘛，反映私校招生困难。其实大学注册率对101学年到观点22万人了后，到即马107年只剩19万人，减少3万人。但是公立学校招生的人数，但讲拢无变，也就是讲，这消息的名额都是私校学生的人数，嘛无怪即马私校教师除了准备上课内容，要安怎吸引更较侪学生，这嘛是工作之一。